沙田屬於早期嘅新市鎮，經過多年嚟嘅發展，已經成為香港主要嘅住宅區之一。而佔地廣闊嘅沙田第一城係新界區嘅第二大屋苑，設有商場、學校同埋公園等配套，就好似一個自給自足嘅小社區咁，係好多用家甚至係投資者嘅置業目標。不過屋苑近期嘅市況就因為買家入市態度審慎，成交量出現回落。沙田第一城呢，因為7月就啱啱開始咧，即係過咗幾日啦，咁啊只係暫時係錄到1宗成交嘅。如果6月份嚟講呢，又話就成個月份就成交大概30宗度，咁平均尺價大概6600蚊。咁但係一般嚟講嗰個成交量就唔算太多，因為比起過往5月份嚟講，基本上係下跌咗大概50%嘅。沙田第一城嘅規模宏大，有成52座大廈，提供超過1萬個單位。而今次參觀嘅單位面積410尺，間隔四正，原則係屬於眼鏡房設計，提供2個睡房。但係業主拆咗其中1個睡房，增加大廳嘅空間，亦都令室內嘅採光度大增。值得一提嘅係，廚房面積超過30尺，空間相對充足。沙田第一城目前有600個放盤，但係大部分都係連租約放盤，比例超過60%。兩房單位嘅樓價由260萬至到280萬。睇返近期兩房戶嘅成交，兩房單位嘅尺價最低都要6500蚊。ONTV 東方電視財經新聞。